2026年7月16號，謝賢走咗，89歲，肺炎走嘅。講突然，唔算太突然；講安詳，亦唔算完全安詳。你知點解嗎？唔係因為佢病得有幾嚴重，而係因為佢走之前留低咗一段嘢，一段18分鐘嘅錄音。律師喺葬禮之後先至公開。公開嗰一刻，成間病房靜到連呼吸聲都聽到。謝霆鋒當時企喺度，聽完第一句說話，手機直接跌落地，整個人跪咗落去。嗰18分鐘裏面，謝賢到底講咗啲咩？今日我哋由頭到尾同你拆開講清楚。首先，你要知道份遺囑點樣分。謝賢呢一世賺落幾多身家，冇一個絕對準確數字，但香港傳媒估計，淨係佢名下嘅物業、股票、古董、版權，加埋超過1個億，仲未計算一啲冇公開嘅資產。佢離開之前，立咗一份遺囑，白紙黑字，寫得清清楚楚，90%留俾2個孫仔，謝振軒同謝振南，另外1成先由謝霆鋒同謝婷婷平分，即係謝霆鋒5%，謝婷婷5%。你冇聽錯，親生子女加埋得10%，2個孫仔佔90%。呢個比例一公布，全香港都震咗。但你以為呢樣已經夠狠？未，真正令人震驚嘅係後面仲有2條附加條件。第一條，如果張柏芝改嫁，自動失去代管權。第二條，張柏芝必須每個月帶2個仔去謝賢墓前拜祭，一次都唔可以少。風雨不改，你慢慢品下呢2條。表面睇，90%遺產係留俾2個孫，但實際上呢，代管人係張柏芝，錢喺邊個人手上，邊個人就有話語權。但謝賢用2條規定，直接將張柏芝嘅權力鎖住。你唔可以隨便離開，你要幫我守住呢個家，守到2個孫仔長大，守到佢哋可以自己決定人生。所以遺囑曝光之後，網上好多人話張柏芝贏晒。但我想問你一句，呢個真係叫人嗎？真正令所有人震驚嘅，唔係90%遺產，而係遺囑公布之後，律師拎出來嘅另一件東西，一段錄音。謝賢親口錄低嘅18分鐘，錄完之後密封保存，交俾律師，仲特別交代一句，等我走咗之後再放。葬禮結束第2日，律師約咗謝霆鋒去辦公室，冇其他人，淨係得佢一個。律師將設備打開，按錄播放鍵，錄音裏面謝賢把聲已經非常虛弱，因為嗰陣時佢身體已經好差，講一句要停一停，但每一個字都講得好清楚。第一句已經令謝霆鋒臉色變晒。他說：霆鋒，你而家聽住，爸爸有幾句話，呢一世如果唔講就冇機會講。停咗一陣之後，謝賢講第2句，亦係令謝霆鋒最難受嗰句。佢話：我呢一世最後悔嘅事，就係當年冇阻止你同王菲一齊。呢句話一出，謝霆鋒只感覺隻手開始震，但佢冇暫停，佢繼續聽，足足18分鐘。呢18分鐘裏面，謝賢講咗3段說話，3個方向，3把刀。第一段講王菲，雖然冇直接點名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佢講緊邊個。謝賢話：有啲人啊，入咗隻家門口，連杯水都冇幫長輩倒過，逢年過節連個電話都冇。我住院嗰陣，佢嚟過1次未？佢叫霆鋒嚟，但自己冇嚟過。然後謝賢繼續講：我只係想問一句，你係睇唔起我謝賢，定係你根本冇當我存在？錄音裏面聽得出來，講呢幾句嘅時候，謝賢把聲已經震緊，唔係喊，係嬲，係壓住好多年嘅不滿。佢話：我謝賢喺娛樂圈行咗60幾年，咩人我未見過？你紅，你有才華，你有能力，我全部承認。但你唔可以因為自己有本事，就覺得可以唔需要講規矩。謝家有謝家嘅規矩，你係霆鋒女朋友，你入到呢個屋企就應該有一個女朋友應該有嘅樣。你唔願意，係你嘅選擇，但你唔願意就唔好怪我謝賢唔認你。呢段就係錄音第1部分。謝賢講嘅唔單止係王菲，其實更多係一個舊一輩父親對兒子人生選擇嘅失望。錄音第1段講完之後，謝賢嘅語氣突然變咗，剛才仲係帶住怒氣，但下一段聲音突然軟晒，軟到幾乎聽唔清。佢講：柏芝啊，爸爸對唔住你。呢句話係對住錄音機講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呢句話係講俾張柏芝聽。謝賢繼續講：
呢幾年你一個人帶住兩個仔，真係唔容易。霆鋒成日出面忙，你一個人喺屋企頂住，我全部睇喺眼內。我知道你委屈，我亦知道你從來冇講過一句委屈。你唔講，唔代表我唔明。然後謝賢講咗一句，成段錄音裏面最重嘅一句之一，佢話：謝家欠你嘅，我呢一世還唔晒。但我走咗之後，兩個孫仔就係你最大嘅底氣。錢係留俾孫仔，但你可以管理呢筆錢，已經係我最後可以俾你嘅東西。你聽下呢一段，謝賢唔係單純讚張柏芝，佢係認錯。一個89歲老人對住錄音機，向一個已經離婚嘅前兒媳婦認錯。點解？因為佢心裏面好清楚，自己個仔有啲地方對唔住人哋。有時候老人家到最後睇嘅唔係血緣，而係邊個人陪你行過最難嗰段路。呢個就係第二段。第三段，謝賢將話題轉返去謝霆鋒。呢一次，佢冇再講王菲，亦冇再講張柏芝，佢直接面對自己個仔。佢話：霆鋒，你今年幾歲？40幾歲啦。你年輕嗰陣點選擇？爸爸唔怪你，但你而家係一個爸爸，你有兩個仔。你問下自己，呢幾年你陪咗佢哋幾多日？你自己心裏面最清楚。呢句話就好似一巴掌，但唔係打醒謝霆鋒，而係一個父親最後一次提醒自己個仔。謝賢繼續講：我唔逼你同邊個一齊，你揀邊個係你嘅自由，但我將句話放喺度，你揀嘅嗰個人必須要對呢個家有交代。如果佢一直都係外人，咁你就唔好怪我。我將呢個家交俾其他人。然後謝賢講咗整段錄音裏面最重嘅一句，佢話：霆鋒，你揀佢定係揀我？你而家唔使答我，等我走咗之後，你慢慢諗。但你嘅答案我會知道。講完呢句，錄音結束，18分鐘，冇一句廢話。咁謝霆鋒聽完之後反應係點？佢當時喺場人士講，謝霆鋒冇喊，真係冇喊，但佢整個人好似定住咗，坐喺度差唔多10分鐘冇喐過。之後佢攞起手機望咗一眼，又放低，冇打俾王菲，冇打俾張柏芝，冇打俾自己阿媽，佢就咁坐喺度，一個人消化。第二日，謝霆鋒喺社交平台發咗一段悼文，好短，只有一句：爸，The show must go on。你品下呢句話，The show must go on，意思係表演必須繼續。呢句話究竟係講俾謝賢聽，定係講俾自己聽，定係講俾謝家聽？每個人心裏面都有自己答案。而王菲嗰邊呢，由頭到尾冇公開講過一個字，冇去葬禮，冇發悼文，冇接受採訪，完全沉默。但有香港媒體影到嗰幾日，王菲一個人去咗錄音室，由夜晚待到天光，冇解釋，冇回應，冇爭辯。而張柏芝呢，佢將所有社交平台頭像換成黑色，一樣一句話都冇講。之後有人影到佢帶住兩個仔去謝賢生前住過嘅地方逗留咗2個鐘，離開嗰陣眼眶紅晒。同一件事，3個人3種反應，一個沉默，一個體面，一個選擇出現。而謝賢用嗰18分鐘錄音，將3個人背後嘅故事好似全部釘死咗。但如果你以為故事到呢度就結束，其實真正令所有人意外嘅係之後張柏芝做嘅一件事。時間反返去2026年7月初嗰陣，謝賢仲未走，但身體已經明顯撐唔住。髖關節手術之後又跌過一跤，老人家最怕嘅就係呢樣，一跌整個人元氣散得好快。入住養和醫院之後，謝賢精神狀態非常差，差到咩程度？護工講佢一日裏面真正清醒嘅時間加埋可能得4、5個鐘，其他時間唔係瞓覺就係半夢半醒。狄波拉去探望過一次，出來嗰陣連妝都花晒。謝婷婷亦去過，但留咗唔夠1個鐘，因為小朋友學校有事要緊急離開。至於謝霆鋒，當時人在北京，知道父親入院之後，第一時間聯繫醫院，安排最好嘅病房、最好嘅護理團隊、專家會診，24小時監護，1個月護理費用超過20萬港幣。錢方面，謝霆鋒從來冇虧待過謝賢，但問題係謝賢缺嘅真係錢嗎？唔係，佢缺嘅係人，係一個可以坐喺床邊陪佢靜靜坐一個下午嘅人。然後張柏芝出現咗，7月8號下午3點，狗仔影到嘅畫面好清楚，
張柏芝着住一件好普通嘅素色外套，頭髮隨便紮起，冇化妝，素顏，手上拎住一個保溫壺，腋下夾住一個膠袋，裏面裝滿藥盒同補品。佢低住頭，由醫院側門快步行入去，全程冇望過鏡頭一眼。後來有人透露，個保溫壺裏面裝嘅係張柏芝親手煲嘅雞湯，用嘅係謝賢最中意嗰種老母雞，加花旗參，加枸杞，足足燉咗4個鐘，唔係買返嚟，唔係助手準備，係佢自己一早去街市揀雞，返屋企自己落手煲。件事傳出來之後，整個香港娛樂圈靜咗幾秒。點解？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張柏芝同謝賢嘅關係，早就唔止係普通嘅前公公同前媳婦。但你知唔知張柏芝第一次入病房嗰陣，謝賢係咩反應？據當時護工講，嗰日下午謝賢剛剛打完點滴，整個人迷迷糊糊，連眼皮都唔想打開。護工同佢講：謝先生，有人嚟睇你。謝賢冇反應。護工再講一次：謝先生，張小姐嚟咗。下一秒，謝賢雙眼突然打開，唔係慢慢睜開，係嗰種突然間醒晒。佢轉頭望向門口，見到張柏芝拎住保溫壺行入嚟，佢個嘴微微張開，但冇講出聲。護工後來講，嗰個表情，佢一世都記得，就好似想講一句你嚟啦，但又講唔出口。張柏芝冇講好多，佢行到床邊，放低保溫壺，拉張椅坐低，冇問你好啲未，冇講你點解瘦咗咁多。佢一句多餘說話都冇，只係打開保溫壺，盛咗一碗湯，遞俾謝賢，講咗一句：爸，趁熱飲。我燉咗4個鐘，骨頭都化晒。謝賢隻手有啲震，唔係因為病，係因為佢已經好耐冇人親手幫佢盛一碗湯。佢接過嚟，低頭飲咗一啖，然後講咗一句，聲音細到護工差啲聽唔清，仲係嗰個味，仲係嗰個味。你細品呢8個字。張柏芝同謝霆鋒離婚10幾年，但謝賢一飲落去就知道係佢煲嘅。10幾年過去，手藝冇變，記憶亦冇消失。呢啲叫咩？叫刻入骨裏面嘅記憶，唔係一張離婚證書可以切斷，亦唔係法律關係結束就代表一家人完全消失。由嗰日起，張柏芝日日去醫院，每日下午3點，同一個針碗，同一個保溫壺，同一個低頭快步入去嘅身影，連續7日，風雨不改。護工後來講，張小姐每日嚟，謝先生精神都會好好多。其實佢嚟冇做咩驚天動地嘅事，就係坐喺旁邊陪謝賢傾下偈。有時候謝賢瞓着，佢都冇走，就坐喺度處理下工作，覆下2個仔學校嘅消息，靜靜陪一下午。有一日，謝賢醒返，見到張柏芝坐喺旁邊，擰咗一下，佢問：你仲喺度啊？張柏芝頭都冇抬，答：等你醒咗我先走。謝賢沉默咗一陣，然後講：柏芝，你唔使日日嚟。張柏芝先抬頭望佢，笑咗一下，佢話：爸，我唔係嚟睇你，我係嚟俾你送湯，你唔飲，我米白燉。呢句話聽落好輕，但你仔細想，我唔係嚟睇你，意思唔係探病，我係嚟送湯。意思係，我當你係屋企人，探病係一種禮貌，照顧係一種責任，呢2個差別好大。張柏芝心裏面好清楚，佢冇同任何人講，我要照顧謝賢，亦冇喺社交平台發任何病房照片，一個字都冇。但鏡頭記錄低咗1次、2次，可以話做戲，但連續7日，日日下午3點，落雨都嚟。你話係演，你試下演7日，第7日。香港落大雨，紅色暴雨警告，所有人都估今日應該唔會嚟，但下午3點，張柏芝架車準時出現，佢落車撐住傘，但風太大，把傘基本擋唔住，半邊身都濕晒，但佢拎住保溫壺嗰隻手保護得好好。行入病房嗰刻，謝賢剛好醒住，見到張柏芝頭髮濕晒，謝賢嘴角屈咗一下，佢冇講辛苦你，亦冇講咁大雨唔好嚟，佢只係望住張柏芝，將保溫壺打開，熱氣慢慢升出來，然後一句一句講：柏芝，你唔需要證明俾任何人睇。張柏芝只停頓咗一下，然後笑住答：爸，
我冇想證明俾任何人睇，我嚟係因為我想嚟，就呢一句，好輕，但重到令人心酸。咩叫我想嚟？即係冇目的，冇計算，冇想靠照顧換任何東西，只係因為你係孩子爺爺，因為我曾經喺呢個家生活過，因為我記得你中意飲蜜湯，因為我記得你食藥時間，我唔再係你兒媳，但我仲記得點樣做一個家人。呢個就係張柏芝，亦係點解後來謝賢錄音裏面會講謝家欠你。佢用咗7日時間，冇講過一句。你睇下我幾孝順，但病房裏面所有人，醫生、護士、護工，甚至隔離床病友，都記住咗一件事：謝賢有一個前兒媳，姓張，每日下午3點帶住一壺湯，比親生仔出現得更多，比親生女兒留得更耐。而王菲呢，由頭到尾冇出現。呢個唔係對錯問題，係選擇問題。張柏芝選擇咗出現，王菲選擇咗不出現。謝賢躺喺病床上，佢唔睇新聞，唔睇網絡，唔睇評論，佢見到嘅就係邊個人推開病房門，推開門嘅係張柏芝。連續7日，所以後來遺囑裏面嗰90%唔係突然決定，謝賢係親眼見過每一碗湯，每一個下午，每一次出現，佢全部記住。等佢離開嗰一刻，關於呢個家交俾邊個，其實早就已經有答案。好，而家我哋返去嗰18分鐘錄音曝光之後，你要明白呢份錄音其實唔係公開播放，律師播放俾謝霆鋒聽嗰陣，間房裏面只有2個人。謝霆鋒聽完之後，當晚做咗一件所有人估唔到嘅事，佢打咗個電話俾佢阿媽狄波拉，謝家以前嘅女主人。呢個電話內容唔長，據謝家內部人士透露，謝霆鋒只講咗2句。第一句，媽，爸留咗段錄音，你聽下。第二句，我聽完啦，但我唔知應該點同王菲講。電話另一邊，狄波拉沉默咗幾秒，然後佢話攞過嚟俾我聽。當晚，狄波拉喺屋企聽完嗰段18分鐘錄音，據當時喺場人士講，狄波拉由頭到尾冇打斷，冇插嘴，亦冇問點解佢要咁講。佢就咁靜靜坐喺度，聽完整段錄音，聽到謝賢講柏芝啊，謝家欠你。狄波拉只係黏緊咗沙發扶手，冇出聲。聽到謝賢講霆鋒，你揀佢定係揀我？狄波拉嘴角壓低咗一下，依然冇講話。錄音播完之後，間屋靜咗好耐。過咗2-3分鐘，狄波拉坐直身，講咗第一句話：呢段錄音唔可以傳出去，邊個人都唔可以。第二句，你爸爸講得啱。第三句，你打算點做？謝霆鋒企喺自己阿媽面前，幾十歲人，但一句話都答唔出來。狄波拉望住佢，然後講：你爸爸呢個人，我同佢一齊生活咗咁多年，我了解佢。佢唔係憎王菲，佢真正嬲嘅係你唔喺度，你唔喺佢身邊呢件事。佢只係將呢份失望算落王菲身上，公平嗎？唔公平。但佢係我個仔嘅爸爸，佢走之前講嘅說話，我認。呢句話分量有幾重？重到謝霆鋒後來都講，佢阿媽呢一世喺佢面前講過最狠嘅一句話，就係佢講嘅，我認。狄波拉認嘅唔係所有人嘅對錯，而係應謝賢最後嗰份心，因為佢知道謝賢唔係一時衝動，佢喺病床上睇住張柏芝每日拎湯入嚟，亦睇住王菲一次都冇出現，所以到最後佢先用自己最後嘅方式表達自己嘅選擇。講到狄波拉呢個人，其實一定要講多幾句。佢喺謝家做咗40年女主人，同謝賢離婚之後，佢從來冇公開講過謝賢一句壞話。呢個人一世活得好清醒，佢知道咩應該爭，咩唔應該爭。當年佢冇爭謝賢呢個人，後來亦冇爭謝家啲錢，但佢最重視一件事：體面。謝家對外點做人，對自己人點負責，呢啲規矩佢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所以聽完錄音之後，佢第一件事唔係打俾張柏芝，亦唔係聯繫王菲，而係叫謝家律師過嚟。佢問律師：呢段錄音有冇法律效力？律師回答：錄音本身冇辦法直接改變遺囑，但可以作為遺囑附錄，證明謝先生當時真實意願。如果將來有人質疑遺囑分配，呢段錄音就係最有力嘅證明。狄波拉聽完，只講咗4個字：
咁就保存。然後佢做咗第二件事，打電話俾張柏芝。呢係狄波拉第一次主動聯繫張柏芝，唔係為了孫仔，係為了謝賢。電話裏面，狄波拉講：柏芝，嗰份錄音我聽咗，你爸爸講嘅說話，有啲亦都係我心裏面想講嘅。你唔需要日日帶湯嚟，但謝家啲事，你有資格管。張柏芝點回應？佢只係講：媽，我知道。又係3個字，冇激動，冇喊，冇講。終於等到你認可我，就咁淡淡一句。但你知唔知道？狄波拉掛電話之後，同身邊人講咗一句：以後呢個家靠佢。呢句話代表咩？代表狄波拉心裏面已經承認咗，法律上張柏芝唔再係謝家媳婦，但喺謝賢心裏面，喺狄波拉心裏面，